呢宗案發生喺2021年12月，涉及兩位被告人林子健 D1 同埋鄭于欣 D2，兩人一齊被控告勒索同非法禁錮。案情主要係關於一單債務糾紛，點樣由追債演變成刑事犯罪。原審區域法院暫委法官盧潔儀最後裁定兩人罪名成立之後，佢哋唔服定罪，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申請上訴許可。聆訊由潘敏琪法官主審。2025年7月15日即時駁回申請，8月25日發表判案理由書。兩個被告嘅上訴理由主要有三個。第一，佢哋話原審法官唔應該信受害人 X 嘅口供，因為 X 前後供詞有矛盾，同埋佢自己都承認有講過大話。法官用咗唔太可能、唔可能呢啲字眼去否定辯方講法，等於冇考慮只要可能係真就足以構成合理疑點。第二，上訴人質疑 WhatsApp 訊息證據，認為原審引用超出控方案情，對佢哋唔公平。第三就係整體定罪唔安全，應該撤銷。上訴法庭首先處理證人可信性問題，法院指出原審法官有小心處理受害人 X 嘅口供，佢亦留意到 X 喺唔同階段嘅供詞之間有唔一致之處。法官冇盲目傳訊，而係用其他環境證據去印證 X 嘅說法。例如銀行轉賬記錄、電話通話記錄、WhatsApp 信息內容，以及受害人女朋友 check 嘅供詞。雖然 X 嘅人品唔係完美，法官形容佢係唔理財、不負責任嘅債仔，仲有繼續賭博，但唔代表佢講嘅全部都係假。至於原審法官用唔太可能、唔可能呢啲字眼，其實只係用常理去分析辯方所提出嘅可能性。認為唔合理，並唔等於法官唔明白可能係真已經足夠構成合理疑點呢個法律原則。換言之，原審係考慮過整體情況再作判斷，而唔係忽略法律要求。再講到 WhatsApp 對話證據，上訴人批評原審法官用咗部分信息超出控方原本依賴嘅範圍，甚至將之當成真確內容。不過，上訴法庭指出，原審法官引用嘅 WhatsApp 信息係真實存在嘅對話，法官唔係直接當內容一定係真，而係留意 D1 嘅反應。好似受害人問我想拎翻啲片同借據，D1冇否認，仲以帶恐嚇性嘅語氣回應。呢啲反應可以支持受害人講奶照同借據事件確實發生，再加上其他客觀證據，例如電話記錄、轉賬記錄。法官有理由信受害人嘅陳述。至於辯方話法官冇考慮其他解讀可能性，法院認為喺 D1 同 D2 冇作供嘅情況下，法官冇需要替佢哋編另一套解釋。咁樣嘅處理方式冇構成對被告嘅不公平。整體嚟講，上訴法庭認為原審嘅定罪係穩妥嘅。受害人嘅證供雖然唔完美，但有充分環境證據支持。被告冇出庭作供，亦冇提出另一個可信嘅版本。辯方只係靠質疑受害人，但冇動搖到控方案情。喺呢啲情況下，上訴法庭認為冇合理爭辯空間，駁回申請。另外，法院亦提醒被告人，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83規定，如果上訴失敗，有機會面對減時命令，即係上訴等候期間唔會計入刑期，刑期可能變長。換句話講，上訴唔係冇風險，亂咁上訴反而有機會坐咁耐。法庭仲再次重申，上訴要成功，必須指出原審有明顯錯誤，而唔係單純唔滿意判決。法律上，勒索就係用威嚇、恐嚇、逼人交錢或交出財物，唔一定要真係攞到錢，只要有威嚇行為就已經構成罪行。非法禁錮就係冇合法理由困住人，唔俾自由離開，就算只係幾個鐘都係犯法。以生活例子嚟講，如果你欠朋友10萬蚊，佢冇透過合法途徑追債，反而揾幾個人拉你上車，打你，逼你打電話問人借錢，仲影低你尷尬樣子威脅你，咁樣就唔係追債，而係刑事罪行。再者，
就算你真係欠人錢，人哋都唔可以用威嚇方式追討，必須經民事訴訟等合法方法。呢宗案就提醒大家，追訴唔等於可以亂嚟，犯法就要坐監。最後，市民應該記住幾點重點：第一，欠債要還，但收數要合法，用恐嚇、暴力就係刑事罪行。第二，客觀證據好重要，法庭會睇銀行記錄、電話記錄、聊天記錄嚟支持受害人講法。第三，上訴唔容易成功，唔可以單靠話法官信錯人。第四，刑期可能因失敗上訴而加長，必須小心考慮。呢宗案例好貼地，因為好多時社會上會有人以為收訴嚇下佢冇事，但法庭示範咗，就算證人有矛盾，只要有其他證據印證都可以信。最大警惕就係收訴要合法，唔好以為自己有理就可以亂嚟，否則會惹上刑事責任。